后来离这个大学的学测剩最后的30天，为了要来安打着考生紧张的情绪，台中的中明高中特别为考生来举办着祈福誓师的活动，学生就用扭大扫的比赛，象征甲读册歹习惯拢甲扭掉。 听到唱声，学生开始扣大扫，代表甲读册无好的惯势改掉。即马离大学大考剩无到1个月，有学校就举办创意祈福活动，希望安打考生紧张的心情。自助、人助、天助，在市场的时候才可以得心应手。 老师拢落替学生加油。108年考公第一届学生迎接头一摆大考，比起学校的管道变多元，算分的方式嘛变无同。就是跟着老师的复习的脚步，然后慢慢复习，然后就是自己也要去想自己要做什么，因为以后上大学就是不管什么事都是要靠自己。 现在每天几乎都在考试，然后就是有这个活动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模拟考都是提出一些要灵活那些观念，然后要一直想，要转很多个弯，所以就是蛮忐忑不安的。对，就是一种给自己的决心。 学校嘛准备有孔庙文昌本加持的鉛笔袋啊，送学生，互因有信心。希望考生参加完活动，容易当考到心目中的好学校。